天然古佛，就是天然师尊啊。张天然是我们老师的圣讳了，就是工厂祖师张天然为18代工厂祖师，就是我们师尊啊，就请求师尊啊给他求道。如若是求道后舍身成全，就是我假如求道以后，我一定舍身办道，到处去度化众生。你慈悲求吧，啊，就是请点传师啊，拜托你啊，慈悲啊，求老师啊，温念不断啊，你的这点温啊，我会永远记住啊，我不会忘记他的。无欲退，愿别前，浑身完全。如果我求道之后，我没有我的心力啊，如果改变了，不想去度化众生，不想去搭帮助道啊，我退了这个心啊，我愿意遭受天谴叠诛，浑身难全，愿意被上天啊接受上天最严重的处罚，粉身碎骨，永不超生。我也不会，就是说，假如我退心了，退道了，我愿意接受天谴叠诛的最严重的处罚。哦，就是我没有照着我所说的话来报恩的话，退道的话，我愿意接受上天最严重的处罚，天谴叠诛。批至此，不再系持叩母驾，拜师尊，遥叩师尊师母法驾前，别众真，代吾传念。啊，批到这边啊，乾隆帝持叩母驾，向老师持叩，啊，向老师持驾，也遥叩我们师母，遥叩我们师尊师母，啊，也就等于啊，我们师尊师母啊没有来到这个地方。他在这个地方遥叩师尊师母，就是也向我们在世的师尊师母持驾，别众尊啊，就众尊就是在场的众位前贤呐，就在场的前贤们啊，代吾传念。那还有一些没有来的这些道亲呐，啊，他也感谢啊，也希望你们啊代我把我对他们的想念啊，来跟他们。先说啊，跟他们讲，不再批，谢三才，多为劳烦。讲到这个地方，不再批下去了，感谢三才，因为他批训的是天地人三才，哦，天才扶着机笔批训批字啊，人才报字，然后地才写字，就是三才啊、哦。感谢三才，多为劳烦啊，为我结缘的事，大家辛苦了。好。那或许对乾隆皇帝的结缘训啊，就跟大家结缘到这个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我们有乾隆皇帝的结缘训，就知道当皇帝啊，如果没有求道，还是没有办法回这个李天呐、灵性还是要在六道轮回里面呐、乾隆皇帝就是一例嘛。那我们顺治皇帝他有得着这个道，所以他回天了。啊，那今天我们看了这篇讯文，也听了或许简单的讲解，也希望大家有求道的要好好的修道、办道、学道，广度有缘众生，精进不懈。那没有求道的，不管你是修哪一法门的，一定要放下你的法执，放下你固执的那一份心，赶快来求道、修道。办道，赶快求道是最要紧的啊！因为你没有求道，你都没有登堂入室，很多事你都不知道的。追了回天的路，你不知道你怎么样解脱，没有办法解脱嘛。那你没有求道，纵然你修的再好，也顶得到7天啊，如同白修一场，划不来啊。所以奉劝各宗教的修行者以及还没有求道的人，统统都要赶快来求道。那或许谈谈师讲到这个地方，一定有不圆满的地方，不圆满的地方，恳请老母慈悲赦罪，诸天仙佛慈悲赦罪，各位浅显多加包涵，谢谢各位浅显。